可以。这，来，我们为你做了一件大事儿，快看，人间烟火必须是你夏林溪。就是这老孟的文笔差了一点，这是唯一的遗憾，应该找个文学院的润色一下。不过，你看这，你看，哎，但你看这照片啊，拍的是不是特别有感觉？郎才女貌，才子佳人的好。耶！啊，谁想的主意？大家，对，大家一起讨论的嘛。老孟亲自操刀发帖，啊，不过用的是你的手机。你还把我的手机密码给盗了，是吗？这那啥，没那么复杂，这无意间就看到密码的，所以就直接输入了嘛。这儿，你放心，经过我们对几十部霸道总裁剧的大数据推算，预测中未来会发生的场景是什么呢？不出1个小时，弟妹就会红着脸出现在你面前。还红着脸呢？你们根本不了解，他黑着脸还差不多。不会的，这儿我已经确定了，弟妹对你就是害羞，而且蒋仁涵对这个事儿，你出来一下。啊，这儿就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发这种帖子？是，我知道很幼稚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发这个算什么？你是故意耍我当有趣吗？我没有，是我脑子坏掉了。是我那些师哥，他们看到你不回应我的追求，所以他们才想到这样的方法，但他们真的没有恶意的。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，他们不知道。对不起，说来说去都是我的问题。可你能不能就当我是第一次对你表白？方式虽然拙劣，但我是认真的。夏林溪，我不想做你的高中同学，我是说，我不想做你的普通朋友。我可以追你吗？我要追你。你能不能不要开这种玩笑啊？而且，你这么做，你问过我的意见吗？那我现在问你，夏林溪，我可以追你吗？你先接电话。